係改風，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定一個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開燈愛開潮氣，氣足擔杆啊好喜氣，中年開歌就妙啊妙，300年啊，開刀有骨神，開燈愛開潮氣氣氣氣氣，落火。開歌會離後上開，後上開就妙啊妙，有你開幕也忘記耶。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一峰，今日呢安上風法嘅節目很歡喜做得搶到你客家詞曲創作人劉龍昌阿昌。其實阿昌吼，甲對唱嘅開膽歌嘅時候，有啟發，聽到有些感動啊。就講後生年我來咧彈咩開刀奶啊！想問啊，你算後生啊？真嘅你彈咩攞開刀奶去啊？那上嘅客家總蠻多60歲，全部都算後生嘅。開刀奶位去望人哋啊！望人哋啊！真嘅，就像你阿哥是點樣寫？講真嘅啦，你讀台北，以前讀台北太咩嘛？差唔多30歲以前，大部分嘅時間都喺台北。其實讀台北安樣轉啊，其實我係感覺講，台北呢個環境呢個城市吼，然後客家呢個詞啊，其實有時嘅對無馬到。那一出出有隻感覺，就係客家人哦，特別客家後生年啊，讀嘅城市地方啊。像個隱形人，其實想問講，即個對客家安樣嘅意思，那是開始做起來。我讀大學嘅時間，就開始有兩個想愛去學客家嘅語言。因為喊他做以前差唔多國小國中嘅時間，不用了轉來新竹。嗰陣時阿公阿婆還在，阿公阿婆嗰陣時就有人嚟講法嘛，有大部分佢就要配合一年做孫嘅人講國語。不過到高中嘅時間，我開始知道，一樣嘅冇乜嘅錯。不過開始到大學陣又佢讀大學陣開始有個想法，有認真啊。認真愛想愛留嘅客家人是講嚴準啦。嗰時嘅人讀嘅基隆咗嘛？嗰陣時有嘅樂團啲嘅基隆嗰邊，有嘅樂團很多乜嘅奶油螃蟹，乜嘅嘢咯？因為嗰陣時嘅基隆嘅練樂團，嘅有條時間會走去亞視食飯啦。亞視最貴嘅係，我記得係叫焗龍蝦。奶油焗龍蝦，天二貴嘅就係奶油螃蟹，就最貴嘅可能買唔起，天二貴嘅做得，就按嘅樂團嘅名叫做奶油螃蟹。嗰時嘅學生嘅時期，教安樣嘅音樂嘅時期，嗰時嘅開始咯，客家話要結合佢講下嘛。嗰陣時係忙開始，因為我咩厲害後生人咩已經門檻啊。就嗰陣時愛想愛寫，唔過要講，因為客家嘅能力，還有客家講冇乜嘅標準，就嗰陣時就冇有啲嘅學語言，唔過愛多寫落歌，地位都係，嗰陣時係唔敢啦。其實做嗰時嘅阿公阿婆講法，阿公阿婆人講國語，我知道。唔較好啊，因為
我老阿公講過年其實唔係太上嘅，佢出只講客法，我嚟講咩嚟講客啊？其他傳統啊，其實冇人講過年，就咁講客。我話是話上一批嘅阿公阿婆嚟度嗬，我說對安尼啲只年紀嘅後生人嗬，我說當然講就有些當奇妙嘅影響到嘅。唔知道阿公阿婆對人自家創作嚟講有乜嘅特別嘅影響？因為做人嘅孫嘅吼，大部分係有嘅太孫嘅。嘅叫做嘅阿公阿婆都親錫。對我嚟講係最有人真多人咩問嚟講，用班人會寫客家歌，係個問題。最初嘅嗰種的動機啊，動機就係講情感，然後阿公阿婆嘅感情，才會有開始想去做客家歌嘅動機。行下過來就你就會去想夾到嘅上一代人用辦生活。因為你學習嘅客家嘅語言，你就看嘅成個嘅歌詞，你就會看真多嘅歌詞，唔看唔識。大部分係個農業社會嘅生活，你就愛去問嘅老人家，其實家啲位老人講，你講你係上一代老人影響嘅大部分就係講家啲人用辦生活。雖然對我嚟講呢下磨做啦，就磨做真多嘅填色啊，磨做譬如講條擺磨嘅塑膠製品，就大部分就用竹嘅，還有用竹嘅就你就有人講嘅碰面，就是殺青的意思。你就你係乜嘅東西？滿張地，你係青島安用嘅事情，大部分啊，都應該講離我們遠去。我同意。其實安尼啲台嗬，我知道，我自己其實老人有些想啊，因為我細台時嘅，我是讀嘅條附呢隻三合院台咪。細其實都小學以前吧，我記住全部都帶嘅，原則上係未像阿婆帶台。所以其實我細時嘅幾隻講法。都學校以前全部都講客，學東西其實全部咪係用老一批人講客嘅想法去學東西。我還記得細時有一件事情，就我講其實係留嘅上下年來專門來做屋嘅，所以做屋嘅，佢做兩年專門做嘅做水泥啊，係嘛？佢叫做嘅。一般我聽人去做我太橋嘅屋嘅，我太橋設計屋，我呢橋三橋啦，重屋嘅做我講設計帶嘅做工嘅板咧嗬，工板嚟做嘅，我嘅細時嘅我去拎過嘅磚條，我嘅時我記得老嘅我講舊工嚟講，佢講以前你做嘅壁嘅時嘅嗬，是一堆堆安樣磚條安樣貼喺上面，有你睇。慢貼，我講做設計屋嗰時，佢做樓嘅轉能細過啦。用埋佢別合盤啦。讀書嘅時，佢水黑唔好做出來。佢水做合盤咁樣。其實佢做一隻，我說係隻老一批嘅人都佢做嘅，路嘅是一種智慧。韓國佢以前細拿嘅線嘅哦，墨斗線哦。墨斗啦。佢彈嘅天啊，彈啊，我細咪聽書彈過，劈下佢做演嘅嘅線咧，就開始結木嘅。清 Q 嘅事情咧，厲害這種鐳射啊！大家跟你冇關係，我是講其實嗬，嘅老一批人嘅生活嘅智慧啊，其實對安尼呢隻時代嚟講，我是都幾當到影響。不過對安尼來講吼，因為你下有青島講清風片嘅講加拉貨，就。你冇用是很奇怪嘅事情，你是係講有辦法留嘅老一批嘅人
落去沟通啊。嗰種用反應來去做一個點講，佢 Q 嘅時代嘅精神，係 Q 時代嘅東西，用嘅來用嘅多講，係未來嘅事情。喺應該講音樂方面啊，一直啲嘅想用反應做，係。講真，現在開始做了客家詞曲創作嘅時間，應該都辛苦。應該咁樣講啊，無人唔會辛苦啊。因為係我係用人講係個專業嘅過程，專業。因為本來有條路，我變到一個有人講藝術家，有人講咩做的，我係講變做自由嘅工作者。嘅一個轉變嘅過程係我需要時間。有嗰種差唔多前年了。係啊，聽說有啊，聽說有啊，我有幾年咯，幾年從嘅有嘅人講方言嘅導演啊，李安啊，其實7年來做，變到第二部卡煮飯，本身人嘅事土生人嘅，佢花7年來變到，真有辦法來有機會來去做佢嘅第一步天陽。對我來講係無法研究嘅時間，就是說唔過我做嘅事情咩比起來較細啦，就是我花差唔多2-3年嘅時間，就慢慢地轉過來。其實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講，人家輕做嘅時間，有一隻你想講歌詞地方啊，像萬年代，我所以幾發對你下後生嘅客家人嚟講，其實一重要呢。也是講呢，其實你下就會淺嘅模擬啲嘅，真係模擬來係咯。所以你數古嘅地方，其實都有些當重要嘅點。係咁講嘅，因為可能係個性嘅性格啦。但係嗰種係真難有一個人講大破大立咩？我講係大破大立啊！係咩講傳統嘅東西，絕對唔好，係咩冇係咁講。現代嘅東西絕對好，係咩冇係用上。嗰種係做嘅事情係一個人講，係像一條橋，來去做傳統嚇現代接起來，來接軌來接軌。啊，嗰種後生人來開擔，來開呢個傳統嘅擔。我老萬人合作，就會調擺開擔嘅人。佢咩做得教人講，佢擔條用辦開。有乜嘅思路啊？佢聽足啲。係啊。你下唔講，你下做你下嘅傳統嘅擔條，開定愛到那邊去，伴後生人嘅天。呢隻方式當好，我想開攤啲時間你來看一下，因為我老嘅阿昌好兩啥，原則上哦，我咩係長孫啊，我係我阿婆嘅外長孫，咩內孫，我想開攤來，你每天都在談一下，像阿昌嘅嘅上一批阿婆，多啲伴阿昌乜嘅感覺，好嘛？所以第一每天再過來唱一首歌呀嘛來。慢慢也再過來唱下嘢。好啊！現代嘅工業社會唔記得咧，蒙特嘅味素落去潛一個神法下來嘅方式，就用辦人咯，有辦法來上進啲嘅倆嘅推展線賦權啊！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請阿昌來吼，是正經同我教啱啲大家兩個想嘅吼，因為我係算阿婆帶胎。
阿婆对我来讲，其实有动态的影响。我咪哋讲阿昌有写一首歌，然后阿婆有关系。那首歌很多重复。听到你看一段 VCR， 听一下阿昌佢唱嘅那首重复。中年条天，武汉汽车，天条体妹，三万做家，腳上腳下，唯獨馬山，心思狂戀，陰空花。希望因到阮因掠見落寞，希望因到阮因輕易照顧，希望因開闢將行過山路，希望因七八十用落樹。將我最茫然地開落落，不是看講你言談辛苦，將我最等你下界付出。地吞去到莫着落肚。其實家嘅歌嘅是都你樣講聽到嘅時嘅不印象，寫時嘅老嘅阿婆走嚟走去其實俾你腳定來啦，因為嗰時好高嘅，有家一定會走到田多一黏黏一大臭毛啊！唔過知道嗰時嘅對安樣阿婆嘅嗰種嗓音還個講客話安樣嘅嗰種母語，所以一切都當有感覺，當懷念。我講真嘅因為當到小你阿婆可能你係從冇彩嘅，當到阿婆慢慢就過夜，聽到安樣嘅過夜越來越多嘅客家嘅那個母語咪慢慢的就消失掉。從你這個你去想啊，看兩個事情。因為我哋嘅客家仲大啦。你下嘅阿公阿婆老條輩阿公阿婆冇相同。你阿公阿婆會配合嘅孫嚟講關於。還有另外一個事情講，係你台灣人啊，唔係單止客家人對個英文啊，個重視對你不比你個母語漢下重要。你係咩做唔得嚟去見怪嘅，因為大家就有一個講生存啊，緊張啊，咪緊張，我漢白嘅潛條路。因講我每年會英文冇，每年講，你會客家冇，講客家咪講求職市場冇一定有個競爭力啊，冇了競爭力。嗰時候就你係一個部分啊，唔過對我來講因為就學客家係一個情感嘅統計啊，嘅想法，嗰時候就唔會用一種講追求嘛嘅伊講，我追求嘅係一個用國語來講比較純粹，一個純粹的一個生命的追求。所以我沒想過，其實阿娘一隻當特殊嘅一隻去跟回，起行過轉來一種交流啊。
像阿弟阿昌其实喺度台北，慢慢的沿着了台山线，转到了罗浮榜山，一趟路当帮人看到嘛个？看到，其实差不多，30-40年前，我爸爸就试个拖拉骨，试拖拉骨啊，佢个亚洲水奶厂，凤毛奶啊，凤毛奶厂，凤毛奶厂公司个拖拉骨，这样子赚千多钱，佢就试了推茶，试拖拉骨啊行就。佢咩上台边咩向向行嘅推山线，我都差唔多我32歲，我記得我去我嘅野狼125啊，打檔車，野狼125去轉來新竹，我記得嘅片去三峽嘛，啊龍潭去到網山，我嘅路吼，聽我爸爸講，條擺嘅台山線嘅路清細條，2線道，你下最少4線道，福建嘅田啊，接就冇人講咧，就變到一個一個轉型期，做觀光嘅人變多咧。不過有一個現象係咩同好嘅事情，就接了差不多了4年前，有到嘅講學長嘅咩開餐廳嘅咩好啊，做農嘅咩好嘅第一推，就願意就轉來接，還有上年轉來做田色。有啲人轉來唔係無談，像我連沙唔係做田色啊，其實做田色以外，做田色冇辦法賺錢嘛。其實可以轉來做佢做乜嘅？佢做烤麵包，歐式那個石頭啊，做個窯嚟烤吧，窯烤麵包，就新竹市嘅人來攞佢買。就睇有到嘅後生人轉來，然後強就想辦法，啲個啲嘅講現推嘅工業社會唔記得咧，蒙睇嘅 visa 來去簽一個講神法下來嘅方式，就用班人咯，有辦法來上進啲個啲嘅台山線福建啊，嘅一個。搭商人就有自家嘅方法。其實我知道吼，嗱後生年真嘅轉來吼，真嘅同辛苦，因為吼佢轉來做安樣嘅事情一點都冇浪漫那樣，沒浪漫，真嘅同辛苦。因為吼，你係佢開1年、開2年，有可能開一個月，不過佢係冇嗰隻熱情，冇嗰隻 passion，你係佢開3年、5年，要當冇問題嘅時間，佢真嘅開唔過。所以我知道講，你後生年佢轉來一隻店咯，一隻老貨嘅店咯，去做嘛事情，還是其實也當重要。當然啦，唔係講一隻轉來店，就做的其實阿昌也隻很多年來做創作一條路，因為我哋阿昌其實沒有一條除了隻店，除了台灣行出去諾波嘅一隻無困樣嘅世界觀。其實喺當我知道做的強下來。談一下阿昌家己到台灣行出去諾波嘅時間有乜嘅無困樣嘅想法，所以你等你做得談一下。冇問題。老台灣冇乜嘅相同嘅，係大部分嘅片嘅後生人都有辦法唱家嘅民族嘅傳統嘅歌嘅。其實家己是迄個身份嘅認同開始就知道，我係哈薩克族。我應該愛講我自己嘅母語。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呢請阿昌來先見談到下黨好教，談咩黨到，
演奏吼其实俩下一段嘛，像其实一天要谈呀阿昌去流浪的故事，因为我哋有参加个学位飞个逐梦计划，然后计划走到个新疆哈萨克去，你用班年我先到新疆哈萨克。因为出头是看到个哈萨克族有一个乐器，很多冬不拉，两条线听听，那就俺没有教跟台湾跟乐器乐琴，没看两条线，那就下一个计划很多二弦交汇，不过加教两条线的个乐器吼，教到咩讲死人，就因为一计划就神乎其技啊，亲难去形容。因为两条线的教都用4条线的用的，不管是技巧或者什么，还有一个部分就系加哈萨克族嘅民歌啊，嘅曲风老，一年南方，一年客家人嘛，南方，嘅一年嘅山都嘅歌嘅玩来玩去，改编的咩？我都清楚。叫草原嘅骑马，冇困呀哈，冇共用。咁嚟上演有困呀嘛，因為俺度山通衝山過咩，佢山呢全部撈嚟撈去哦，上演就撈嚟撈去，不過佢哈薩克衝草原咁樣，佢上演我綁到當場，咁都傳出去，所以咁樣嘅留自然有關嘅。係是咩唔啲啦，唔過係看到嗰片嘅後生人，留台灣冇乜嘅相同嘅係大部分嘅片嘅後生人都有辦法唱嘅民族嘅傳統嘅歌嘅。其實佢哋是迄個身份嘅認同開始就知道，我係哈薩克族，我應該愛講我自己嘅母語。除咗佢哋學教，聽說愛學普通話嘛，嗬。佢哋愛學自己嘅母語。你個後生人就像我爸爸嘅批咁樣。開始有個現代化嘅過程，譬如說你嘅後生人嘅爸爸可能冇乜嘅曉講普通話，不過後生人就會雙語的階段。講嘅哈薩克嗰邊嘅話，韓國講普通話呢，佢話搞全部飛。不過佢種認同真簡單，就哈薩克族就會當就。我覺得點就係安尼，你客家人啊，後生一批較少嘅呢，因為家講到講。從個認同開始去看事情，你哋做難呢個？唔講你後生年我唱嘅到1-2條路帶嘅歌吼，我說這件確實難，因為講你差唔多啲講，你其實以前客家人唱山歌，就是做些時嘅唱歌嘅，就像其實可能到草原當背做畜牧嘅時嘅。給大家騎馬啊，嘛個時嘅做演唱，就像你做山西時嘅做山西演唱歌，其實係做一種當簡單嘅勞動之歌，你有咩感覺？就唱雖然講，因為我去嘅位所有都市，沒有草原就有馬有羊，唔過我知道我。看到佢哋傳統嘅神法，就係譬如安布亞啲嘅蒙古包啲背度，大家就有一個啲蒙古包啲背度有個太火，係小火嘅。一條落山以後，就一家人就鄉下，咩水咩鄉下，吃飯咩鄉下，一家人就鄉下做嘛？打水鼓、唱歌。喺我哋嘅台灣可能，你現代化，你有清泰嘅舞，特上有自家嘅那種私人空間，不過就冇辦法將嘅哈薩克族啲嘅草原嘅原始狀態，有嘅感人嘅情感嘅交流，情感嘅交流，親自然有傳統嘅歌曲、傳統嘅樂器就會傳下來。其實我想到馬年嘛，難講啊，就想到像印度佢咧有寶萊塢咩？寶萊塢，佢做嘅像嘅電影工業吼，我所以佢係咩真係當厲害。接看佢做嘅印度嘅電影吼，佢全部留佢嘅印度嘅傳統嘅嗰種舞蹈嘅嗰種感覺，全部變到佢嘅電影入邊。佢嘅印度因為佢係種泰美吼。
讲宝莱坞家嘅发展，家嘅迄真紧老家传统嘅东西吼，融到那个现代嘅哈现代嘅种产业里边嘅时间，那是都还好上嘅人，因看到啦，因看到，是都其他跳舞啊，嘛嘅其实唔可以讲无认同讲，其实安样跳舞其实就会安尼印度固定的跳舞嘅方式，也免安尼传统嘅部分，所以家嘅后生年老家嘅传统文化嘅交流，啊，所以都接到当好，透过安样电影工业来做。其实安样相当咩一个点，我就讲安样嘅老客家嘅安样嘅一种，不管你阿婆讲嘅花啦，阿公讲嘅故事啦，哦。阿 Q 咧都講嘅有嘅冇嘅，另外好搞嘅事情傳下來，啊，是到只係一出冇一隻黑太中嘅一隻平台來接起來。當然你係用吉他，用詞曲創作嘅方式，用大幫樂團安樣嘅樂團嘅形式，慢慢嘅留啲啊做下嘢。啊，所以其實就係一種平台。所以我其實感覺上其實都有一些打賞。其實我都想講，有乜嘅方式做對留安尼安樣較傳統嘅客家嘅東西，留較後生嘅可能下一批人接去啦。其實我咩地講，其實係有用烏克麗麗，安樣嘅樂器，留客家嘅一種傳統嘅歌也好，詩也好，帶到小學地步去，小學地步去留嘅小學嘅人來。其實我想，下一趟應該來看一下一趟 VCR， 看一下阿昌樣嘅用烏克麗執行一隻很多好克麗麗安樣嘅技法，聽聽呢面來看一下，阿昌佢做一隻大幫樂團安樣嘅團長，有乜好搞嘅事情，安你看一趟 VCR。我觉得舞台未来就是这些孩子的，我说心里话，就是我不太在乎他们就是演奏有多棒，或者是唱的有多好。我希望你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唱你们觉得快乐的歌，自由自在的弹琴，这样就够了。黑长你，你有看到去新加坡嘅路样板行冇？你爱望爱路按样板行？嘿，爱咩得前路诶？该条路。走的自由講法，唔會驚。該條路走的咱可以輸腳，做自家。啊，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嗰兩條絲誒就有陰影，就衰退咧。啊，衰過50年，都顯退來。上一個50年過嘢。叫放起來講，佢條擺個田咧唔見退咧，北港咩唔見退咧，樹唔見退，路咩唔見退咧，佢條個全家嘅好朋友。啊，呢條絲誒就尋，愛尋佢嘅路。
各位观众啊，俩团吼，我是都一天来拷问一下阿昌，因为我是都做得多学个地方去教嘅小学生嘅做某个事情的老师哦，原则上一定全部都厉害，因为规班上哦，是张医师读4年哦，然后为的那时间，某个事做唔得，某个写做唔得，哎呀，所以吼，我哋讲用嘅乌克丽丽哦，有一团係有只计划，一好克丽丽计划，专门用嘅乌克丽丽。落到學校地方去用客家嘅種歌曲，以來溝通先嘅。所以一部分樣嘅啦，一樣係搞定，一條很麻煩嘅寫教嘅。本來除非是做雷多行種，冇乜嘅事情做啊，就冇乜嘅事情做，就係帶個美術副群嘅學校，就請埋去教烏克麗麗。啊，教烏克麗麗，我就有看到嘅學生，烏克麗麗教到同好。唔過唔曉得講客話，唔可以講，係唔可以講。啊，我就問家條講，教佢講，天公落水，我會唱一啲咧。好，昨天我就寫個天公落水嘅譜寫起來，烏克麗麗嘅譜寫起來，佢就半個聲音咧，半下去5分鐘，全部會唱，自家教自家唱，我就可能咩做啲一年嘅客家文化用呢種嘅講流行嘅方式就傳下去，我就開始有寫嗰樣講烏克麗麗嘅創作嘅歌曲，嘅小朋友嘅歌，咩做啲聽人嘅歌，有寫烏克麗麗嘅譜，啊就做一種專輯，叫做學客麗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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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做專輯過後就有一個想法落去做嘅國小嘅學校嘅講巡迴計劃啊。計劃就一個應該推廣一回事，係我嘅想法係要做一個靜態型嘅一個創遊課，可能創遊課，因為創嘅要遊，啊動作咩要遊，所以說嘅課程嘅地位度就嘅節課可能嘅60分鐘、90分鐘咩做得，就變到以神奇。排第個頭前，嘅語言就神奇嘅事情就係最重要嘅事情。家條有興趣做得來創了條歌嘅，家條嘅小朋友刺眼就會留嘅客家話，就吸收下來。以前接堂講嘅老人家講，你後生人教神奇啦，你好，佢講教神奇意思嘛？意思講。冇認真啊，做好教天啊，唔係正經去做啦，唔係講正經去做呢件事情啦。不過你睇幾隻觀念全部改咗，其實都改變啦。其實你講從佢當細年開始我知道，你做正經用教神奇嗰種想法和心情，留給小學生嚟談呢件事情。佢真記得講其實呢件當好教嘅事情佢記得當久。因為佢按樣一隻記憶圖嘅時間你講教神奇，教到後尾，佢啦神奇就唔係神奇天咯，佢就變到講我想要做呢隻職業噃，佢想要做呢件事情，就冇不一樣嘅。你厲害嘅世界佢就認真來搞一個神奇嘅事情係一個挺賺錢嘅事情。你看嘅 Pokemon。Pokemon 都個，Pokemon 嘅，你係佢本來係就係教神奇啊，教神奇係一部分，冇神奇等馬上應該參與。係啊，你嘅神奇來記下千啥，記下萬啥，記下10萬啥，全部都台灣搞呢些，個產能做出來，個產業鏈做出來，確實係一個當好嘅例子。唔過你講教神奇啊，你自家有經營嘅大幫樂團你係咪同樣教神奇？講下你就教神奇嘅事，到底你下行到你下有乜想法？大家講下就講得多，做得多是做得，因為大家就講，就關於來講老鳥，因就見講了法拉比包嘅花嘅唔會相信嘅，所以就講得多做得多，譬如講叫去年做嘛嘅經驗係講你來做學校嚟咧，你來做嘛嘅事業創造演唱會，我就想辦法，然後
然后爱讲会做的事情就做出来，假如讲会启动，你迄讲言而有信，用嘅是做对的啦。正经讲有讲到有做到啦。我刚刚讲到嘅实业创造吼，第一咧係一隻蠻特別的一隻故事。第一隻故事其實係一隻當奇妙的狀況下很上到的，這是個情況係點樣的？有一年我伫個竹北嘅順條，個來條山下嘅下山村，按晡日我就看嗰邊係有人時田啊，我個田順看到個竹北嘅一片，個溪當到個太流啊，我摸到1公里啊，個看竹北嘅萬家燈火啊，個片個來條山下嘅還有田。感覺有沒有按群？個場景也就很魔幻呢。就當不真實的感覺。還是看到個講都市個太流就像這種鐵甲部隊慢慢開拔過來。那時候你頭曬高頭呀，曬到看到個海市蜃樓嚟㗎。個像個太流，會過來咧啊！係啊，個田本來起香香咧啊。其實吼，亞視度咧做一隻城鄉嘅個地景的變化，那個其實咧隻地貌吼，因為本來全部水田嘅吼，大家種田，一隻地方矮一隻西山咧，都西山咧當不看就啊，都全部做一田。不過我哋咧田中央吼，有像記頭一樣嘅魔幻嘅嗰種太流比。打疲勞嘅時間，佢只根本就冇昆陽嘅。冇昆陽咧，很奇怪嘅事情。你就知道哇，那邊一間屋嘅一刀錢，那順風種田。不過像按樣嘅地貌嘅改變吼，其實確實就會一隻當冇昆陽一隻點嘛。因為其實改變後邊按樣講，當難去阻擋佢，因為佢隻城鄉發展，慢慢的就會老以前冇昆陽嘅。其實一種轉變啊，是同人個樂團的昆陽意思啊，因為每圖嘅做嘅好克力力哦，天天有做嘅詞曲嘅客家創作，你還有老嘅故事嘅部分不用落來，因為它還沒有一些像音樂劇嘅概念。條北新竹咩青島人有大師誒，你話師誒個客家師誒，就個翻口師，然後共同師模嘛，個相同，那個師誒就。2條絲，你看，那個嘴打開了，你咪搞葡萄葉啦，哇，好，1條絲誒，條北啲個新竹，可能講在鄉野間馳騁啊，啊加了好朋友啊，小面啊，叫黑尾用嘅哈，啊太面啊，啊也用加條。我就想到一個故事，嗰2條絲誒就有一年就衰退咧，衰過50年，都顯退來。香葉50年個葉，叫放起來講，嗰條北個田咧唔見退咧，北港咩唔見退咧，樹唔見退，路咩唔見退咧，其實有個全家嘅好朋友，你睇呢個2條絲誒就尋佢個路，嗰種誒就按呢個故事嘅名，按到絲誒沖走，沖走就尋唔到路啊。尋到路啊！所以就按樣嘅故事來談。其實吼，我說呢個故事應該係老娘4年嘅有關係冇？因為呢個按樣嘅故事來扮演本4年看到你一定愛看吧。去年伫台北做過，就有一點我冇想到，我把到太人看得成2個曲啦，不過4年都沒看得成。我知道吼，2點等於就係一條新的路啦，因為我知道講真嘅呢，我做客家詞曲創作呢條路吼，冇影響未來那種變化，我知道。真嘅確實一難，我像各位觀眾哦，今日安尼唱到阿昌，就隻音樂詞曲客家歌手來到安尼嘅節目裡邊來講安度。我說真嘅當好啊，圖幾個7個人去台北
行登台三线转来作品，酝酿係用客家的歌曲來上了音樂劇一隻方式，然後新時代的青年來溝通。每青年天呢，係嚟溝通太年。像今日其實正經唐翻譯做對分享很多好搞的事情，老大家。我們希望漢爸還有新的機會，唔係搶起來上節目聽聽。漢爸你要老倆節目做下太的話，都順通聽聽兩個樂團的其他嘅成員 live 落一團。聽咗過呀？廣東那做 live 落一團歌呀，按照真好誒。冇問題啊，聽咗冇問題。按這樣做的，慢慢的老倆件事情來，可以有辦法主動。做得，可能愛做3點鐘叫。爸，你正經做3點鐘，做嚟做3點鐘。各位觀眾，唐翻譯今日來大家來談創業嘅故事，到底係點樣辦呢？希望海連做得有辦法嚟做到3點鐘。因講話、因做訪問、因做 live 演唱安樣嘅節目，希望客家電視台做得想辦法嚟，嚟做呀。聽咗冇問題啊。安樣好搞，真嘅好搞。我想用唐講嚟起隻頭，唐講劉龍昌講起個像一頭牛嘅。我想用呢隻詩來看佢嘅證言，睇佢寫嘅歌詞，我感覺佢真經像一頭牛。面對客家詞曲創作嘅時間，佢就像牛嘅，一步一步耕田，無急無慢，到自家嘅田途上自由自在。等到佢開在唱歌嘅時間，就行得像一頭冇做濕身。應搖頭嘅牛，然後佢彈歌嘅人講唔愛，我哋客家後生人嘅心，當好了解。